好多家長都好關心嘅就係 Classroom 小學英文 reading 嘅呢5冊書呢，係咪同同學仔學校嘅書係咪吻合嘅？咁絕對放心，因為我哋呢5本小冊子呢，佢嘅選材都係符合翻學生每一個階段喺學校裏邊需要學到嘅主題啦，同埋需要用到嘅一啲生字。咁例如我哋依家手頭上攞嘅呢一本呢，就係小學4年班嘅閱讀理解。咁呢個階段就會涉及到一啲主題呢，就係一啲朋友關係啦、健康飲食啦等等。咁呢一類嘅內容呢，基本上都係學校依家嘅書本入邊都會教嘅一啲主題嚟嘅。咁而呢一套reading set 呢，佢就可以幫到同學仔去講顧呢啲相關嘅知識、閱讀技巧啦，同埋一啲必須要掌握嘅生字。